落到你迄强林的落架路，迄强林哈都经留下来最老的啦哈。所以讲呢，新竹的头前海哈，你用片杀个都市哈最老的一条架路，喺到呢位哈。呢条老架路，坦讲哈，都市几百几度，差不多要拆的啦哈。當然咧，地方上面永遠希望講，按老嘅記錄可能有嘅文化價值啊，佢到清朝嘅時節啊，大家做生意是對到做生意啦哈，所以講清朝時節是發展一隻喏叫強廉嘅記錄啊，你睇按這個看，呢條路記錄啊，很清楚路點啊，有大鐵點啦，有嘅龍肩啦，有肉點啦，還有半條點啦等等啊，很多看到路頭擺嘅樣式。人大家出來看入邊嘅頭擺嘅成分有乜嘢？唐县历史嘅强林路记录。天智县早啲讲係日本時代台灣流行音樂家之都，最有代表性嘅人物。佢所寫嘅曲、特首啊，都深深感動到當時到嘅艱難生活之都嘅台灣人民。呢些道理下，還係感動到人心。係佢最尾大家為所強林路記錄，一直到2000年為止。還保留到當年嘅古老嘅美圖，經過就60多年嘅歲月，呢下變到非常之古意嘅強林嘅路記錄哦。特別我來到呢位，總係有相當嘅感動。強林係頭前海流域最老嘅鄉鎮之一，有新竹地區相當長久嘅歷史發展嘅過程。北部非常有名嘅日劇嘅古蹟金剛福樓天水堂。是喺到強林呢地區發展出去嘅。不過，強林嘅人為咗對到時代，已經放棄咗三山國王廟、文林閣、老開張嘅兩條家畜、江屋、漁屋嘅古蹟，連最尾留到嘅文昌路路記路啊，未為行業歷史咧。到強林呢條路而拆嘅之前，因了他自家衝下來呢位行最尾年嘅古蹟嘅順利。你要去見老店了哈，佢學士10多歲開始學士，都已經開始打鐵，那個老先生哈，賴先生。哎，來拜訪你哦。哎，好，歡迎歡迎。來吧，哎，來看你打鐵啦。呀，準備打機錘刀，現在那個鐵布人咧，哦，鐵布人要電機風係現在那個鐵路參開來，哦，大家。參開來點講哦，我哋打準備來打錘刀，佢喺度破開咧嚇，破開咧將啲嘢講喺醃落去，做個吹落去，佢問佢講咧，啲炮彈啊、子彈啊，呢就係啊，呢是已經燒落嚟啊，係啊，唔係啊，你睇佢真正嘅事啊，睇唔知半夜上嘅事冇啊嚇，個炮彈啊，然後醃落去。你講到醃鋼啊，你先成次啊，醃鋼，嗰條嗬，啲鋼攞啲鐵啊，攞去合向下，融合起來，讓做正嘅菜刀啊，讓佢利啦，啲背後硬啦，睇話棒啦，攞啊，好，係啊，所以你菜刀嗬，佢唔係完全衝落去鋼啊，而菜刀嗬係。地位都話硬，我不係硬，所以你攞到嘅時間啦嚇，就好攞嘅多啦。係啊，佢啲東岸佢硬啊，前幾個切豬肉係東岸啦嚇。係啊，我呢春頭攞會利咯，個春頭做下攞嘅啦。誒，你睇到邊看嚟啊？鍵盤係啊你啊？你啱啦，窗頭做腰啊。哦。係啊。你係翻新網咯？你啊？翻新嘛，喺度做嘅，哦，呢個翻新嚟係啊？當啊，做，
你是完成的了哈，你完成的了哈，你都是讲什么铁？哎，这火哈有几少呢？个有几多土啦2000土。2000土啊！嘿，2000土。2000土等于讲你是收落去个是付可以啊？哦，付可以。嘿嘿。也铁锅摸太多了呀。这是熔炉啊，一个大熔炉啊。你是熔炉人家啊？熔炉人家，嘿，所以也温度啊哈。哎。该我们那里冻到熔铁了，直接超过2000土啊！超过2000土，完全就是熔铁一下。哎，铁可以完全熔墙墙。哎，铁完全摸墙墙。哦哟，嘿，个头牌最早些是用个用手工係啊？係，計風箱。係用呢下頭牌啊？咁你放得啦。呢啦嚇，頭牌係用啦嚇。係啊㗎。哦，咁咪頭牌係咪按棒係啊？係啊，爭嘅啦。按棒。係啊，咁你要放啊。啊。有你真緊啊嚇！有冇係便宜啊？老頭牌用呢啦嚇。係啊，啲好慢。係好慢，嗰個是新啊。啲好驚啊。係。呢家擼咪好多嘢啦嚇。啲下功夫光到邊啊？功夫到邊？繼續50台冷煙啊？東南號。東南號係啊。吃力不討好的工作，非常難哈。要英國不得個英國就是上邊是人嘅啦，上邊是人嘅，個上邊紅唔會喎。紅唔會喎？紅唔會。係加是人嘅。是人嘅咪紅唔會喎。上邊加是人嘅啦。條位哦，生學改變嘅啦，加改變嘅啦。整呢片。好吃的呢片。兩年就叫過呢片咯呀。呢片真係師傅。呢片係切咯，嗰片係切兩三冇重要。呢片係最嫩啊。過了呢兩呢片。有師傅，英國挑少，一二少。這碗上沙，改到一沙。還有啥？有3個人在做。再打開就買打沙趴，其實比較好為吹啲毛。3機吹打。哦。師傅1機吹，還有2手。電動釘，電動釘。玩得響啊係啊。因為我用是改片上風，改片上波啲。就變形，改片上風嘛，改片上按五拿風嗰啲，吹下落邊些一天都要因為均勻。哦。因為按均勻按，會變按一片凹落邊一片攤開出來，很講。你嗱，你翻燒誒？你翻燒一幾樣洗吧？係，你洗吧。翻燒能翻燒呢？這個什麼效果係啊？你要篤咧，因為咧它接白體咧嘛，已經磨損過多，一白體你要接篤咧，哦，接落邊，爆燒落邊。呢個時呢，嗱搭啊，嗱搭到呢邊都時呢嚇，你看到啲裝蝦頭嘅人啊嚇，佢嘅石物啊，嘅東西嗬，幾好食，所以講。你時呢？你手啊接去邊邊隻時呢腳頭，西方有天天切莫穿。大鐵店係地方發展嘅指標，永年最多寫就5間大鐵店。時代嘅變化都見傳到呢間地方人所講嘅百年嘅大鐵店。賴水榮和嘅賴兒都見係堅持傳統，當年開爐之前會維持而祭拜盧公先師係傳統。你來看。大鐵師傅嘅生活實在有辛苦，賺得多嘅錢是單單在維持最基本嘅收入。呢下嘅賴水榮師傅當年開店，講係好為咗賺錢，不如係為咗維持其實生意建立起來嘅生活嘅方式。相信賴福兩代人對大鐵嘅真堅持應該做得感動到人。
你下草人来哈，来打嘴鼓，然后呢来阿伯哈，能够加两个来打嘴鼓哈。你要白木耳哈。哦。你这点店嘛，开几年了？也功夫自家做，现在哦，日本时代是在自己学，学有就去做饼啊，做日本饼啊，我个功夫啊，自将来自家做啊，系啊。咁两是学师学几久？学师哦，咁要学完全面2班要学完久啊，打铁啦，该片老李片农场冇穷样。你对啊，你师傅好难学，跟你手好快学啊。看鸡好，鸡子讲下啲做体啦，做体之后，下啲做熟又练啊哦。你讲下啲做体啦，鸡片好唔行下啲学啊，学我亦。你刚先去哪边学啊？新妇啊，我自家阿 Q 啊，啲糊涂介妹，新妇日本手7件。打铁店。该头6件，该面件，爱做该面。铁店就7件啦，嗰样子啊。全部嗰样7件。那你今年最多係幾個件？最多5件。就5件啦。呢條路呢？係啊。該生意好咧嗱，嗰樣子啊。係啊，做又做啦，唔好做啦。唔好做啦，係啦。日本少啊，特別佢6講樣啦。係。該頭做車要講樣啦，做樣4個人5講樣啦。超過就供半年啦，錢啊。係啊，啲啊特別要到400啊，咁我會做隻正人咁正仔要啊。係。做一隻5毛啊。哦。看挑牌哦，挑牌炭啊便宜。哦，你啊炭你要好貴啊，打鐵佢做電動這邊。有原因啊。你行業按電動啊。係啊，喺講炭挑牌哦，像啲炭啊哦。像啲山架當做燒鴨哦，一燒鴨燒過嘅炭啊，我撥嚟打鐵。啲下冇煙燒鴨，我只能去跳喺搖嚟賣嗰啲啊。跟住價錢。搖冇燒鴨。要下貴。係啊，炭都貴啊。哦。啊，像啲腳頭啊啲嗬。係。個裏面鋼啊。係。啊，呢係鋼係。係啊。係。係啦，裏面鐵啊。裏面鐵。係啊。可能是。嗰個應該只就會。好啲啊！你將港冇落去哦，是哦，一天唔會走哦，一腳走當斷啦。哦，係啊，佢做用港噶，一面要港，一面會，你將港哦，是唔會離呢？係啦，硬嘅做斷斷。啊，麻煩啊！係啊，誒，看起來一般人都講。看打鐵是打鐵田啊，蠻難的。你啊，其實看樣去，你冇想再看，你樣做到好，樣慢做你咪唔啲啊。確實唔啲。係啊，唔好啲全冇做呢啲。係啊，啲像啲打牌時候，挑牌老啲啊做唔好重要，挑牌哦，個鐵咯一邊人吹邊哦，啲變落去，啲邊人揀咗嚟，啲邊揀咗嚟，揀就變落鋪，啲當頭先用膠去。anh chẳng dùng để hạ theo, anh dùng hồ yêu anh biểu còn, đi à tổ mẹ đi à tổ hồ thay tiêu đi à anh đi bỏ cái mỏ ỏi, biến thế cái thiên đó tiêu mà anh tiêu rồi trong thiên hòn, anh đi à tổ cái tiêu hồ đi tăng tiêu họ mới tiêu ra, theo lại phải anh bảo cho nó anh biểu rồi dùng đi tăng tiêu dùng phiền này thiên rồi, đồ học thay, theo vậy theo vậy họ mua做腳條好唔好啦，後會消下啦。哦。當條富婆嘅嘛。對啊。肯對人下嗬，要後唔好交代，人下講要呢種係腳條唔撲氣，個富出睇冇奈好啊。係啊。佢講實在唔係講嗰啲落嘅鐵點撲啊，人樣富落出睇啊。佢人下會罵嗰啲啊，講嗰啲嘅腳條。鐵腿累下來啊，實在咩樣嘅啲啊！來福對打鐵嘅堅持，表現出來嘅認真嘅精神，本來感覺相當嘅佩服。表示佢堅持唔單止係對打鐵呢個行業嘅專心，還表現出對打鐵呢個技術嘅專業。唔止永遠路嘅路拆開之後，來水溶師傅嘅手藝還有發展嘅空間麼？新嘅九龍嘅路，希望嘅未來生涯有很有滿意呢。有，你係咪？唔怪得叫不佛系他咧。你係三萬㗎？係啊，係啊。
你也散嘛係啊？工作係啊，有火車餐台樣啊？在中學都係現在有啊，嗰啲啊，火車電台啦，你咪後輩咩？係啊，啲滷粥啊，啲滷粥啊，阿英裝係啊？係啊，阿英裝嚟？係啊，那做下飯啊，那做下飯。大華係蠻熱的，啊，大家聽過嘅學生都有冇？我英中鐵上嘅嚇，係啊，餐台樣啊？你想食水飲嘅嚇？好，乜過嚟嘅？好，哎呦，鐵水喺度。按那講上來嘅苦味出埋樣嘅，咁冇啦，大家喺度加聲講嘅。咁都會攤到嘅一樣嘅啫，攤到你牛腩咯，係啊，因為小肉啊。你有攤過嗎？啊，你有攤過嗎？梗要，自己6年啦，係啊，梗見到好水咁啲啊，冬暖夏涼啊。你係咁你會呢？你沖水叫水啊？你叫誰去啊？我是差不多高中以後就講嘅做邊醫生到了開始，反正不係寫到嗰度加減啦嚇。要買講緊上嘅菜刀啊，啲話講緊烤片嗰啲話嚇，咁下是要你啊多多少少要檢提少嘅。你看人扮有冇人演？啊，老雪，要大病要聲音聲囉囉囉囉。係啊，你今年叫啥？啊，你叫啥？我48。跟你可能幾人啲聲音是走呢條路。所以你出世開始看到幾時走呢？你可能我可能啲老啊嗱。剛才看到哈，嘅節點哈，真係賴水榮先生，嘅大節點，聽幾人講嘅人生哈，以前似啦，不過沒人好做一條路啦，啊，佢講嘅拉尾講啊，佢當現做嘅人哈，我想之後咧，你看僻見嘅百年嘅路點啊，來看面容樓，而且就所以咩有百年咯嚇。大家好，歡迎，坐。看嘅百年路店哦。好，歡迎。坐了去板條嘛？板條呢鐵色板條嘛？還有冇個鐵色？其他菜啊有啦，菜路啊對吧？就菜路啊就。哦，你是今百年嘛哈？百年路。我可能講有百年係冇嘅。咁凍嘢，你家我凍嘢咯。計得冇呢？咁我凍嘢咯。今年路頭擺係冇。好。鐵色是板條嘛哈？嗰當我是板條嘛？係啊，去板條坐啦。好來。到永聯路嘅路檔口，有間千有名嘅百年老店，我弄美濃樓。根據主人嘅講法，佢係日本時代梁山嘅名。佢到清朝時是開到今日，睇到有百年嘅歷史，一代傳一代，傳到有4代人咧。以下係有莊光義、莊文輝、姜志澤繼續經營下去，呢位就堅持傳統每套嘅客家嘅板條。本大概來到呢位落腳嘅人客，都做得食到非常非常傳統嘅客家嘅梅套。食過客家點心之後，應該做得慢慢的去按永廉嘅路嘅路嚟。特別到食飯嘅時間，都在度看到當好食傳統梅套嘅人客，會排呢列了，等呢美濃樓嘅好食嘅點心表出來。你睇作當表你嘅美濃樓嘅最有名嘅板條啊，這板條聽講頭擺係自家做嘅，頭擺自家做。係啊，我關於佢白冷嘢咧，清朝時代做嘢啦。我公手做，我爸做，我爸做，後來我做，我來又傳來做4台嘢咧。今年頭擺板條自家做嘅，頭擺全部用手工啊，用粘米吼，拿來浸好浸熟吼，用木石，頭擺用木石，用米粉硬愛好嘅時候，個板醬呢，摻水高比潤吼，個通排呢個脆嘅盤呢，一落去繞落去，水當滾，一落脆，個蓋冚落去啊。你自家有做到嗎？頭擺要提少個，你係來做你做嗎？做還做出啦，而家做到俾佢幾好啦嘅。你下又買你下全部就做當武漢哦，全部用機器做哦，你下就專門分配啥做啊？你下板條鐵色係咪嘅？板條
板条的些哦，切色，下春米啊。哎，一般来讲是满春米，你是冻春米啊。什么米？木干粉，木干嘛嘅？春米做是你就啲啊，口感冻软，哎，口感啊非常软。到普通一般冇重要，普通一般是硬，你也是唔会冻硬，口感冻好。因行人冻会同你向冲哈。哦，系，你也全部自家饼啊？自家饼啊？系自家饼。一般来讲是下冇自家饼啊，你行人讲唔下话啦，你行人哦，下卖现成啊，老师才。唔该，老师对块点系，一块是到你多块啊？头摆咩哦，苗평村的咯，头摆啊，哎，经过检查卫所报名啊，把存有多少钱上卖这样讲，是啊，也是讲200-300的呢。哎哈，你也唔200-300个。所以係蘿蔔係啊，頭擺矮木個，矮一點咯。頭先該係你頭擺留下來嗎？頭先該接。頭先該有沒有講過？在上頭還蠻機會啦。該有活動巡演的。人家頒獎而且也是經過就30萬元了咧。該講一看板一樓嚟。看板該50萬元就咧，看板係啊，50萬元對喎，50萬元咧。咁我該做得正經做得。佢們做得先嚟嚇，跟攞回來釣魚啦，釣魚啦，走，釣咧個整件幫人落店嚇，係，你用阿龍面弄你喎，等下讓老太太講，半條魚幾好食。你用阿龍面弄你喎，你也是清朝時代哦，上船來河嘛，酸的嚇，酸來河嘛，是那個個，特別美濃號，包括你要美濃路嘅飲食店咧，美濃飲食店，香日本係咪㗎？酸太酸嘅，太酸咧，就營養嘅用嘅，因為日本老嘅因為太酸專門載貨嘅。你用會按個樣咯？可是特別現在是美濃號，現在包括現在抖音家都是要美濃的飲食店咁樣啦。跟住係要來年嚟嚇。係啦，要來年做啦。你做是做緊多年啦。你咪講客家人係要學老人是有冇可能嗎？你客家人做嘅是傳統也多啦，做傳統性可能香肉啦、肉葱啦、啲骨頭湯喺度啦。啲湯係骨頭啊？係骨頭嘅湯。嗱配湯。骨頭啦。配湯嘅湯。你試試啲啊？你試試啦。好。哪一種係啊？你試下未來試？係啊，哪一種啊？好。好食嗎？好食。你豬頭肉，豬頭肉你試試啦。你豬頭肉食法未？行嘅嚟食法。反正煮呢時候將找時間煮啊。你煮湯球嗬，甜土全部少湯掉去，你係牛嘅甜土啊。係你殺冇嘅火就搏唔落，全部找時間，要看時間殺啊。你講殺姜落嗬，甜味全少湯掉去，牛嘅甜味啊。好食，好，大家食。一位已經冇頭擺街當將街睇無過嚟啦。唔過咧，光復巷地度嘅落幕，還係保持到100年前嘅風味。頭擺街講理念，用頭前係嘅石頭，用永年甜到度嘅奶，用奶咧燒出嚟嘅轉啊牙，堅粗到做得變速醬嘅當醬嘅鑊。係講客家精神有入面嘅價值，是喺呢種攞最普通嘅東西變最神奇嘅建築安尼功夫。你喺唱到老朋友哈，佢喺何明生，佢喺你喺唔知前日你喺做嘅啦，兩河文化協會嘅總幹事哈，佢哋係咩新埔就學校嘅主任哈，而過去對文化哈咩做過當多年咧，去調查啦、研究啦，甚至咩做過插紙曬嘅工作啊。像你喺用嘅機會哈，老談佢哋喺看到強林路嘅路哈，安尼看法。講開咗喎，講開咗啊，做得啦啊，做得，啊人都咪簽嘛啊，好，我想對你老街啊，對你新州人嚟講哦，
有新妇路界、关系的路界，还有跟供人的路界。该等于我本身的新妇人啦，哈。啊，新妇路界就民家70人。来，让我讲好嘞，让我讲，木子管机，是讲等于新妇的路界哈，民家70人哈，是拆开的啦哈。那关系的路界袂冇保留当好啦哈。那是系我新妇人本身来讲，我是亲万喜咁样讲，我你现在讲，我把这句话再重讲，你等下不了嘛？同乡啦，系啊，我对新妇的路界吼，我拆开了，我新妇人来讲吼，本身就新妇台个个即个家乡吼，个路界拆开我是亲个同乡啦吼，啊了下供人的路界吼，我是地方了系等于挑签海新洲人文化两条海哦，挑签海拢逢山海哦，那该了当重要的哦，从等于8公元前哦，等于姜母哈是北部的姜母哦，江顺治嘛哈，然后有韩国刘成豪的家族啊哈，因为何主任基本上哈，係呢兩河文化協會啊，兩河呢，係即頭前海然後風山海，所以我想佢嘅經驗哈非常特殊，佢看過2條河壩順頭嘅路街路啦哈，cái路街路嘅頭擺情況有咩？厲害情況有咩？我想佢非常清楚啦。我想你做個來倡議講，佢因為講哈，呢條路街路啊對厲害人來講，然後對未來人來講有乜價值？哦，我聽講嘅嗬。啊，這樣講啦，吼，就是講聽講，等你啊供人啊，吼，都等你新婦，了路界欣賞啊，吼，係講你8公元前吼，等你客家人，特別啲客家人啊，吼，同偏富族嘅人，哦，來開墾了就地方，啊，特別係等你向等你山度來開墾嘅，一隻船，一隻係中繼站啊，吼，一隻當重要嘅一隻地方。哦，所以佢代表係等於客家嘅祖先拆體就咪人響，拆體啊！我想講啦，哦咧見仁見智嘅一隻問題啦，吼。當然係從呢本地嘅民眾來講，佢想到係兩班人哦發展哦，從9份哦從內灣咁樣來發展按交通啊方便。哦，按佢嘅國土可能係咁樣啦，哦，但是吼，我是想等啲文化嘅等啲基本嘛，哦。新婦路街路有看過嗎？我實在我是當時時節嘅一隻嘅印象啦，吼。不過我從我影片睇過等啲圖相片啦，嚇，啲錄相片啲我就看過啦。係啊，簡單講啦，新婦路街路，嗰是你嘅家鄉啊。係啊。嗰拆開你嘅新婦有冇想？我本身吼，我是想，啦，你拆開來當初吼是講等於嘅染裝啦，哈，是講為新婦了解路條下，連開發掉，我看對等於新婦人，首先你要好掉，係啦，是你變到你我想啊，呢條路啊，吼，當初係因為開發掉嘛，你變到公共嘅停車場啦，哈，是講路兩邊拆開。變到了2片之後就停車啦。個生意係要下好冇呢？係，生意實在是冇啦，嗬。該店啲人現在過嘛。你到內灣比到北部比是冇下好嘛？係啊。當面件事情嘛。係啊，嗰是講冇規則嘅店啲規劃啦，嗬。是講可以啲車廠做喺過啊方便嘛，嗬。喺唔過未冇規劃要從啲新婦嘅板條啊、視頻啊，當要命當。體積高啊，如果對冇好好而叫通機，對，哦，是講睇佢哋講起名啊，哦，未好新婦板條，哦，前有名啊，哦，但是等於是冇講好好對佢規劃咧產業文化，哦，所以看唔到啊，所以講呢下新婦發展係變到高路催新啊啦，係啦，係。講起來，我講啊，從文化角度來講啦嚇，你看新婦嘅路街路，你有冇想？我是用當然聽講同鄉嘛，嗬，同鄉實在哦，等於我想啊，啲路街保存啊，嗬，啲文化人有文化人嚟看法嘛，嗬，不過我想係應該有隻按照2000米啊，2000米的一個方式啦，嗬，所以但是我講，你係文化所以係等於你殺氣嘅，
共通的，伊叫摧残啊，哦，就咩讲等你上差是差，等下全部应该带到了导因统一。大家一个听啦，大家你看的文化的东西是安尼讲啦，你的外文发音就当好啦哈。系啊，不过是讲大家地好欣赏啦。地好欣赏，该是咪看唔到嘅价钱？错。系啊。光复宫是宫林嘅信仰嘅中心。因为是宫林嘅最重要嘅庙，3山国庙，叫光复宫，係開張之來是就嘅廟啦嚇。跟宮林嘅發展歷史啊，你記最重要一條啊，2片山街路啊，過了是東昂市嘅呢間廟啊。等於講喺宮林面嘅信仰嘅中心。過去就係講地方嘅天賦嚇，咪大家習慣咗呢個公共嘅場所啊。你家下嘅訪問呢位主任委員，聽佢講頭擺嘅老歷史。光复宮係到老街路嘅對東岸，係一間3山國王廟，咪係宮林人嘅開張老廟。光复宮拜嘅主神係3山國王，到台灣從頭尾俾人講係客家人嘅守護神。有人講有3山國王嘅位所是有行人，按呢個講法對宮林特別友好。光复宮外金路嘅船頭，咪受到有3大比薩，分別係奉獻四間鼻和二土鼻。到奉獻四間鼻地度，記錄到先人按照萬人保護一道自然嘅山林來中心。到二土鼻地度，地上哦沒有頭前啊，頭擺係一條太河壩，而高河壩是隻土船。光复宮內咪雕欄一堆日本時代民國70年寫嘅宮林傳記，簡簡單單知道宮林嘅地方嘅歷史寫出來。複雜咪受到光复宮歷史嘅感通。記錄嘅工作人員希望我哋大家向下受享祈福，希望3山國王在帶本宮林一隻當留品質、當留文化嘅未來。當然咪希望你嘅工作接到順利。你下3號人嘅訪問主任委員，佢嚟講頭擺宮林啊多見嘅故事，講開了。宮林啊，該大概乾隆時間是有按照1800年啦，其實都開張嘅，有姜新河嘛，姜新志嘛，劉新河，該等人都開張了就佢有按當時這幾等人了有4隻廟。現在的廟是嚟叫做國王宮，頭擺遷上國王宮。國王宮係說佢講是按冇個雕刻嚟欣賞，包面係認為頭光眼鏡，就有個飯啊來攝入他們，頭擺佢這麼多攝入他們定個新民出來做平安儀家是傳到有嘞，但是家係說佢個飯咧落嘅個欣賞偷走呀，偷欣賞啊，係啦。偷走半路嘅咯，是都市同啊，新民節發揚這個黑道是 fit 喺度走啊 ，fit 喺走呢都私信人去了，佢訂出來了，往了國王宮來，包尾人改按照光復宮啊，經過這樣嘢啦。但是多見有200人啦。200人。嗰陣時嘅裝頭係千行用百人。嗰陣時裝頭嘅在呢街路嗰度啊，是真冷淡啦。不過冷淡啦，佢比竹東好發展，因為呢咧就開張按照竹北日，當時呢宮林嘅名按照竹北日報，舊宮林竹北日報，竹北舊宮林日報啊，所以佢嘅種情況啊，佢對啲宮林嚟講，當時是佢哋溜屋啊，有上溜屋、中溜屋、下溜屋，嘅下三塊，個叫做江屋，佢當然對啲就算係溜板街啦，規街路都上溜人。個頭擺啲店啊，你所啲嘅你都乜個店？
头摆啲像安尼成日都講，日常就穿下來，同啲棉被店咧都鐵店全部有啦。頭擺很有歷史呢，很有歷史。頭擺有歷史，因為頭擺到呢度落內灣去竹東哦，安尼叫你咪叫轉塔嘅位數啊，轉站嘅位數啊。啊，頭擺好發展啊，因為我到北面日本來了之後，嘅鐵路開過對門山去，佢因為嘅鐵路嘅好順暢咧，所以叫你慢慢沒落體去安尼。所以鐵路上好易睇哦。香港頭擺就土山頭啊。土咧冚下頭擺係只淺灘闊。啊，佢北面水大緊嘛，喺對門山咧大體了之後，日本人來好作卜了之後，佢啲土山頭是冇體去咧。頭擺應該是土山頭嚟搭啊？是了，廟嘅正對面。佢橋下嗰位。係橋下位啊。橋下嗰度。佢係淺灘嘛。嗰是非常大灘啦。頭擺。頭先係到兩片能過嘅，兩片沙個，唔係到嗰邊，唔係到嗰四片嗰邊過嘅，係到兩片沙都八片能過嘅。談講頭擺講，宣傳過來，你代表勝利都同意要做嘅。係頭擺咧，大家從咧前還有歷史來講，還一般有從當到咧都買監機嘅轉播哈。頭擺咧大家攞鈔票啊，咧往咧面攞鈔票，是專門用開鈔出來賣為數。散讀出來，係賣鈔，賣鈔，所以咧。叫你廣府公民都這樣的鈔票啊，叫路名啊，那講個店名叫做素人行啊。哦係，佢叫素屋，佢叫路屋，頭擺佢啦，日本人來了就叫做佢素阿信哈，佢老人家頭擺佢也有名啊，佢曾經是大量個翻日本嘅，然後江湖嘅江萬人嘅翻日本，他們都係，他們還有參加那件事情嚟啦，佢都係意思。伊有發條路伊先進嚟啦，當時佢是曉得講對民族啲嘅獨家嘅乜嘢嚟嘅意識啲非常會表現出來，講自家講自家嘅心理啊嚇都表出來。所以佢頭擺間店係看做乜嘅生意？佢頭擺佢從佢係社家嚇，冇做埋佢冇做村長，頭擺喺度報警班啊，啊，頭擺做埋啲唔到啲。哦，你話你叫你來講開咗條後。好長久嘅事，我哋建築店，我對面啊鄭玉鳳嘅中醫師一間，韓國連潤台嘅一間啊，韓國嘅江大夫嘅一間，嗰幾間啊。頭擺行後上頭好似孫金人啊，你係我嘅烏卡嘅，因為我嘅師傅穿下出已經廢體啦嘛，我幫我做兩件孫金人賣嘅面盔啊，佢差唔多就因為差唔多300年嘅面盔，嗰陣時實在5千幾多件賣呢，賣嗰條面盔啊！嗰陣時上嘢冇便宜，冇便宜哦，所以今日講話簽呢路，其實出全部廢起嚟啦，因為佢按多年咧，因為出按拖都廢啊，所以咧全部改造過嚟，所以看唔出講當古樓啦。所以啲下那種煙係睇啲係本裝煙啦。本裝煙啦。就比如講散讀出來嘅奶大。也少啦，但是本裝咧等於賣咧都中藥甜甜啦。好一般好冇講外地人，佢冇可能攞到呢嚟賣啊。是賣咧都比較啱，市台啲人後會補錢嘛嚇，賣咧都東西都。到駐鎮未來呢，再度都得感受到永寧人對嘅修復市民呢嘅熱情，慢慢留先到天氣嘅。鄉土教學嘅先生，向下來探討呢個老街路嘅故事。除了幾件百年老店以外，其實老街路度嘅一見一物、一草一木，都看到漢那深、漢那有意思嘅永寧嘅文化，同永寧嘅歷史。因為啲永寧老街路會拆嘅，所以我抽到新路站嘅鄉土教學嘅先生，向我行嘅人最美嘅老街路嘅順利。今日先生睇得到啲文化千重要，我希望南北先生。所以漢那重視到文化嘅價值。這個隊在台灣的早期的社會也有用這種東西的，它是用槓桿原理哈。窮人地方很有可能會用水隊，用水力。
那可是这个对很有可能是早期的碾米之用啊，它是一半埋在泥土里面这样去用。那现在还在用这样的一个地方也有，在大陆还在用，在东南亚的农业生产的地方还在用啊。那所以说各位去旅行的话呢，搞不好可以看得到。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树啊，这是代替的啦。九琼林本来叫九琼林嘛哈，九琼那个树的树干呢跟芭乐很像，不止很像。它们很多用途很接近，非常多用途接近的，包含，因为这个是很光滑这样的一个面啊。早期会做那个我们现在叫做擂茶跟擂滚啊哈，那九琼树也可以，那磨在上头的时候，它不太容易磨那碎屑磨出来啊，是这种的石头。那它的这个生长状况很像，也都是一样很难很不容易长大。我们现在这个所在地呢是琼林的坎上。这个琼林这个坎的上头，这才可以盖房子。这底下呢，就是头前溪这个几千年来的形成的那个冲积平原。各位可以重新去看，有没有90年以上的房子？我想这个几乎可以肯定了，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因为90多年前有一次巨大的水灾，那一次大水灾。整个头前溪比这一次那个更严重，应该是头前溪有史以来最大一次水灾，在竹东叫做水打基油林，在我们六家叫做水打鹿场，或者水打麻园，反正你在每一个当地呢都有一个水打什么什么，水打什么什么啊。90年前的水打。对，什么林？叫做基油林。琼林地区的这个堤防最早盖堤防也是日本时代，就是那个90多年前。那一次大水灾，请说。那个琼林那个陆丰国小，对，它就应该是属于竹东。对啊，为什么会是属于竹东？这是不是后来这个河道？哎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正是如此。用想都想得到，可是呢，我是觉得可以的话，再去做进一步的调查了。那这边附近就是以前的那个重要的商业的集散中心，那这个渡船是有它的必要性啊。我不知道它是，可能是对渡，也有可能是从下游往上渡的，啊。那目前这个状况。对渡的可能性比较高了，这边渡到对面，对面渡过来，所以这地方是广福巷，没办法想象，这条是广福巷，广福巷就是接广福宫，就是琼林的老庙，琼林的地方的最大的庙就是三山国王庙，这条现在叫做广福巷，其实它就是琼林第一街。那我们再看一次地形，从那边河川到了第一个平台，再往上又再高啊。那如果说各位再去看一个历史的资料，再加上一个地理的资料，会发现那个石门水库那条河叫做石门溪。台湾的河流都是从西部河流是从东往西流嘛西部的河流从东往西流。可是呢，石门溪非常特别，它流到石门之后呢，往北走。那看见有人骂电了。看下电咁見睇，一觸電啊，拿出邊看啊，看有冇？加看哈，觸電呢？拿出來幫佢看下。你冇用啊又嚇？我唔敢用伊，你冇講到底，我唔敢。好，你自做得，你自做得。OK 未好？該好。这一家是我们琼林的很重要的竹匠陈先生了，他去年往生了哈。我现在没有证据说他是曾经做生意哈，这条老街可是呢，这条老街其实住了很多都是很重要的人家，还有一些百工技艺啊。如果以他的口述是100多年的话呢，是清朝末年是没有错，很漂亮，真的很漂亮，这已经绝传了。他们也做竹匠的人呢，家里不会收藏，因为每做一件就被人买走了，每做一个就买走了。这叫做浆器，浆器就是水泥浆，加了一个水泥浆。那早期是干漆，就是干漆，就是说没有用水泥浆。这个就是以前的人家要给小狗进出啊，所以留一个洞啊。他们跳起来才动一样。没有猫洞，好不好？猫不需要走这个，猫可以走上面，所以只有狗给狗走的。这个叫什么气法？拱，
学建筑的，这位是学建筑的，学甲的，它就是拱。后面的也是，不是吗？它就是拱啊。对啊。那叫什么？平拱。平拱。这块有削过，这块也削过，啊，他用那个慢刀哈，那个刀子，用敲的这个，这样敲了之后呢，它就形成了一个挤压的力量，所以看这个沟缝哈，这个后来不知道怎么撑开的了哈，这缝是上面宽比这下面窄哈，所以它就刚好挤在那边，啊，这就是做这种开口，然后我们再回头看那个窗，这样那是很聪明的。如果说你想想看，它是用水泥的话呢，就没那么美了，啊，它其实可以用水泥。可是就没那么美了。那用平拱，这是很传统的一些做法。这个地最初的这个所有权是原住民的地，就是这里，是原住民的收租公馆。收租公馆的里面的神明是大陆神明，他拜的神明并不是道卡斯的神明，啊，所以这边这个庙的这个历史沿革，其实是经过很多的这种的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最后形成的。那我想我们这样看这个就会明白。一群东靠历史และ文化嘅先生來到蔣陵，除了懷念老記錄嘅歷史風光之外，還係希望以最美嘅蔣陵老記錄嘅樣相，做得深深進到他自己嘅深度。蔣陵係一隻清老嘅一隻部落，佢到頭前海順頭哈，佢清早是發展起來。光復蔣咪係啲清老嘅廟嘅一件哈，17年前。唐人講，要嘅太學生啊，仍然成日太學生嚇，佢保護啲件老廟嚟拆起嚟，後面冇嚟嚇。依家佢開張咧有兩家太夫人家，啊，一家人喺度蔣屋，一家人喺寮屋。嘅蔣屋嘅老屋咪拆起嚟嚇，嘅寮屋嚇亦翻新過咧，不過還要一條橋喺寮留下來啦嚇。呢下最尾條路嘅路咪差唔多嘅拆嘅嚇。所以蔣陵哈，為咗完全冇口內嘅成分，當然就等於講個文化實體先打上，就等於講開新路下衝咗，我想啲係只看萬人看嘅啦哈，那種見仁見智嘅事情啦哈。不過今日特別嚟看蔣陵老街路嘅最美嘅成分，看嘅大鐵點、美濃樓嘅板條，啊，看嘅肉點，看嘅韓國啲嘅廟哈，光復巷啲最老嘅一條街路哈。確實頭擺人嘅成法，嗱呢下有冇千無可能嘅所啊！我人嚇，不管有冇講，蔣陵人啊，都係就有幾個清大兵清獨色一群客家人，像你今日來看到蔣陵嘅就感覺。